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喜來，我阿明姑劉浩明。今日呢，我哋福喜來邀請到來賓係一啲專門用我哋天然嘅草本作為一啲保健食品嘅總經理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也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嘅創立一個產品，同一個品牌，同時一地位遇到乜嘅困難嘅問題，我哋馬上訪問總經理先生，經理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總經理。今日會歡迎來到我哋現場接受我哋嘅訪問，因為其實近港啊，同台灣咧算是保健食品嘅市場幾大，但是佢當然就講係標榜講我哋嘅天然本草嘛，吼。但是當初唔做嘛，我想講用天然本草安尼一個算是一個標榜安尼算是入去我哋嘅市場嘅地位咯。因為我原先吼，你對也天然嘅東西吼，佢有興趣。後生嘅時候有興趣睇了學中醫。當初我也看到幾多外國嘅廠商啊，嗬，做一條天然嘅草本嘅東西啊，嗬，買也冇便宜。嗰時候我其實你對安尼養生個保健嘅東西，嗬，做幾多深入嘅研究同研發。幾來下擺我都講，我下擺有機會嗬，我會創一個品牌，來做一啲東西，幫他家人調養身體，帶來他家人嘅身體嘅調養同保健，一部分我就想問一下，因為頭先有講自己年輕嘅時候，去我哋咧中國去學中醫嘛，嗬。係咪同觀眾朋友睇下小記下講，唔記得去中國學中醫，唔知佢心得係乜啊？而哋咧教學嘅方式同佢哋內容，係咪同台灣嘅模度共樣咯？冇共樣都係一定咧基礎個好，教一個詳細，一定對我哋中醫一個基礎嘅基礎理論，個我哋咧本草方子一度。慢慢嚟一步一步講上去，對我哋中醫嘅發展個嘅乜嘅研發影響幾大，所以我因為呢個學中醫有幾好嘅發展個影響，所以我都有興趣呢個學中醫。因為我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可能佢當然都唔知講，雖然我哋講中醫，對，但是其實喺中醫嘅部門地位，中醫同中藥有時係兩部分嘅東西。我哋常常講中醫嘅經典地位，其實係講中醫。中醫係講，因為用中醫嘅角度去看病症，嚇，譬如講陽明病啊、太陽病啊，因為病症嘅行程係樣。但是中藥有這個中藥一部分嘅派門，譬如講我哋有啲會，譬如講雖然講我哋買個藥，你買個件，嚇，其實係後來嘅一啲經驗地位嘅，但是一基本其實有兩部分其實可以分開講嘅。但是你其實係開始嚟創立一個一啲品牌嘅時節。唔係用中醫嘅角度來上一個產品，還是用中藥嘅角度來上下產品啊？我哋會用中醫嘅理論來指導也中藥來研發同研究。因為我哋有句話講，食補藥補不如食補。所以我如果希望我哋用藥食同樣嘅食物來做一條養生個保健嘅東西，安尼對我哋嘅身體影響啲個冇副作用。我哋也啲凡是藥嘅都有3分痛。嗰時候我哋會用幾好嘅天然個植物嘅東西來做一條保健食品、保養食品就本人食。安尼可以慢慢地去調養人身體。因為我哋啲每一種嘅病而係慢慢地發生咧，每一下都發生咧。所以講安尼我通過慢慢地去食，慢慢地去調養人身體，安尼那會起到幾好嘅作用。當然也最主要，如果我哋用嘅東西、食嘅東西，要過天然，也係安全，也係最主要嘅。我哋嘅身體那會慢慢地變好。一路我去嘅學到個重要嘅一啲基礎嘅理論。如果我哋要調養，我哋一天食嘅東西要好，要有功能，要有特點。所以嗰時候我哋身體那會慢慢地調養回來。好，其實按你講冇唔錯，因為其實講我哋呢。雖然講我哋中醫中藥嘛，但是因為中藥來自我哋其實中國幾多個地方，嘛係用天然係種出來嘅啦，唔係像佢遇到幾多個西藥係其實係實驗室批出來嘅，我哋講夾出來嘅嚇。嗰種其實我哋呢本地嘅一種化學嘅一種產品，以後嘅反應完全冇共樣。但到當然講到嘅重點，藥食同源，好，睇咩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下，馬上同藥食同源。如果我哋嗰度東西也可以做藥用，也可以做食用。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如像我哋講嘅薔萁，如講黃芪，也可以做藥嘅，也可以做食品。像什麼嘛同樣。嗰時候我哋台灣咧衛福部，我去明年我公布講，
我哋有幾項東西係納入藥食同源嘅東西。哦，嗰時候我哋都採用也藥食同源嘅東西，因為唔係凡是藥嘅嘛，我哋以前會講嘛，凡是藥嘅有成分毒嘛。嗰時候我哋都採用藥食同源，啊藥食同源嘅食物咯，如果冇毒性，啊可以拿來我哋本來身體嘅調養同調理，我起到幾好嘅保健嘅作用。哦，一路係我哋研究嘅對象。咁你係咪講？因為土土當然咪講啦，其實我哋見下幾多嘅病症係食出來嘅嘛。好，如果真係係亞食、雞食啦，東食、西食食出來，嗰種間中講我哋見咩藥食，地部有部分係同樣嘅吧？好，從頭嘛講，所以喺度其實可以做成食物常識嘅一度東西，其實毒性都冇咁強嚇。嗰種變成講，我哋係咩都可以講，一部分我哋可以對我哋藥食同樣下數。你當然食強嘅東西佢重要，但同樣食有幫助身體嘅東西，係咪佢重要啊？有個重要話，因為唔食嘅東西啊，嗬，因為講我哋有啲方很多病從口入嘛，哦，嗰度食嘅東西個重要，唔講我哋要市場行，唔去青菜有一啲賣大賣場入好，嗬，拿一啲邊一個唔看荷包，唔看荷包嘅成分，密碼記住，係嗰度寫嗰度真係唔聽，嗰度唔看唔識得化學成分嗰度有得。嗰種唔講，我哋健康係成年最好，醫院係成年最好。哦，嗰種我講有啲片係食出來嘅。但是嗰度觀眾朋友唔知啊。哦，伊唔知我哋食嗰度，其實嗰度添加物，我哋講添加物。哦，其實對我影響我哋人體嘅代謝。哦，也會影響我哋嘅健康。所以我哋都要從事全部好嘅東西，天然來源啊，清潔、安全，冇添加物。有冇副作用？功能性有好嘅東西，來幫人調養身體。你人身體呢會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變好。一路係我哋嘅理念啦，哦，我哋創造一品牌理念都係咁。可是當主要嘅品牌嘅成立嘅時間，因為佢當然係因為我哋可能有啲人日本人都有一些產品嘅，邊用嘅幾好，人家都冇講都係乜個牌咯，可能都有啲牌，還是講唔當主都係有一個精神，有一個品牌嘅。咱開始用一個精神，一個品牌名嘅，開始去設計個未來嘅產品。係先有產品，還是先有名？我哋係先有品牌，然後再有產品。有品牌，做嘛要先有品牌？因為我哋去睇到學習嗬，我哋中國啲清朝有一本書，都幾本很多《本草求真》。也作者很多王公修。哦，而家買寫一本書咯，而都看到幾時嗰度我哋本草啊，怪亂，有啲咧錯綜複雜，有啲似是而非，有啲以假亂真，哦，一度嗰時候亦都真實地去追求每一種食物的特點同功效，寫一本書，很多本草求真，我哋都效仿也精神，哦，嗰時候我哋咧做產品嘅時間，哦，係效仿也真實求真嘅一啲特點，一啲精神，哦，去做每一啲產品。哦，也都係我哋品牌人來，我哋而家品牌之後呢，我哋都針對不同市場、不同人嘅特點、不同食物嘅功效，我哋去研究一道更好嘅保健嘅用品來俾大家人用。但是吼，一邊有啲問題嚟講，因為其實我哋佢早期嘅時啦，吼，譬如我清楚嚟講，因為嗰時就冇乜嘅界門綱目科屬種啦，吼，有時上嘅鬼衝，但是其實完全冇講我食物。對。其實就因為講，哎呀，都講啲東西，嗰時其實嗰時就你想同我講啊，加藥嘅、偽藥、加藥嘅。冇得講用茶藥嘅事情其實幾多，但是因為健康來講嘅話，我哋要個先進嘅分類，同時有個先進嘅一種算是 DNA 嗰種檢測，你講到底係兩個係咪共用嘅食物呢？嗰時其實而家對幾多藥廠來講嘅話，伊開始都會做一個檢測嘅部分。但是其實問題係其實係天意嚟講，因為我哋前面呢一對健康人來講嘅話，其實算是一個容易確定嘅事情。但是變成功效嘅問題，因為健康我哋講健康保健食品裏邊吼有幾種產品，一種係蛋黃，譬如講我哋可能有啲譬如最有名嘅保肝咧，某個國家保肝嘅水飛劑，如果以水飛劑裏邊做幾種研究裏邊，亦可以對於我哋算是肝臟嘅一啲功能有改變嚇。但是有的係複方。譬如講某個藥嘅比如可能有某個藥要加某個東西，某個錯。咁唔同來講嘅話，因為嗰時間即係希望講唔同嘅產品係一種求真嘛，嗬。對。嗰時候你當初喺設計你嘅產品嘅時間，
是用单防还是用复防啊？我哋啲產品吼，講起來，有3方面咧，配合嘅特點啊，吼。一方面，我哋像我哋亞方嘅有效果漿系列吼，而係用3項東西，作為基礎。啊，第一點如講，因為我哋大部分咧同路睇郵寄嘅商店行，哦，嗰時候我哋台灣嗰度睇推廣嘅郵寄嘅東西，哦，嗰時候我哋係採用郵寄嘅農民咧郵寄嘅酵素，哦，譬如黃梨酵素，哦。胡蘿蔔酵素、有機嘅胡蘿蔔酵素同有機嘅鳳梨酵素，哦，作為基底，哦，配合我哋中醫，我哋中醫係用我哋中醫嘅理論作為基礎，哦，理法防藥下去指點，哦，配合我哋咧一啲乜嘢，一啲植物嘅功能同特點，哦，配合之後呢，也都係第二嘅，哦，第三個呢，我哋要配合美國嘅一啲專利，哦，一啲酵素嘅專利，嗰時候我哋除嘅漢泰。我哋喺以前嘅特點，植物嘅特點、功能嘅特點同功效以外呢，我哋還有現代科技嘅萃取嘅東西，酵素下去調配，哦，安尼可以幫我哋咧產品哦發揮最大嘅功效，哦，也有各好嘅功能性。可是可能有片觀眾朋友發現到講，其實其他幾多保健產品，伊個功能性同伊個發展性其實幾大。休息下喎，看到節目我哋話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僕嘅鍾慶山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佢分享講，當初做乜嘅創立一個無強嘅品牌，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頭已經把理論嘅部分講咗過後，因為其實我都想到講，如果當然開始在創立品牌以前根本唔理想我做乜嘅東西，但是你佢貼喺度講，你這個係想用一啲精神品牌嘅精神以後，咱開始來尋講，我係用嘅，對於頭頭有講到講市場。需要還有產品，但是經過市場地方，我哋可以講，用嘅人都有啦，譬如我哋可能都高齡嘅啦，姑娘族嘅啦，佢應該唔係用族群來做市場，還是用我哋講需要來做市場。嗰種當初唔係用嘅開始想講，咁人家替補產品，唔係用乜個東西來做成人家嘅一啲我哋講市場導向，還是講人家嘅目標導向？也好，也係對我哋咧品牌開始，當初我哋會創立一個品牌，因為都係有一啲精神，求真嘅精神，但是我做天然嘅東西其實幾辛苦，其實比你想象中嘅辛苦更多，因為幾快做，原料輕快輕，但是唔係啲我哋中醫博大精深，中醫中藥真係博大精深，有2種方法嚟講，我哋大部分分用對嘛。一種叫內治法，一種叫外治法。外治法係對外面治療嘅，內治法係對實體來治療嘅。所以我哋本草求真咯，求真草本咯，開始咯，我哋都做外治法。所謂外治法，如果我哋係外用，所以我哋都先做保養品。嗰時候我哋開始係做保養品。做我哋咧沙棘油、沙棘激活露也2種品，也2種。我哋有機會睇一啲有機嘅通路商家，也因為我哋啲產品過天然、過安全，功能性也唔會差，有機會幫我哋上去嘅上面買。嗰時候我哋都按嚟開始，對外資都外用，做多內用內食，嚟調養我哋嘅身體。嗰時候嘅時間，如一開始嘅時間係先行用外用嘅市場開始打，但是你頭都有講到一件關於創業嘅事情，如果其實天然嘅東西也係算是你的呢品牌精神嘛，其實幾塊錢，對，同時我哋嘛講幾塊真名啊，佢一部分用嚟解決。一方面我哋會請台灣嘅本土嘅植物優先，喺冇法我哋嗱我前面外國。像我哋台灣係有機嘅東西，我哋會先用我哋有機嘅東西嚟做，冇法我哋都前面外國。我哋做一個品牌最辛苦嘅係前原料，調配因為我哋學中醫本來都係專長，對我哋嚟講唔係個太問題。原料真係幾塊錢，我哋真係前嗰度原料唔可能我哋台灣，像我哋舉一個
你哋好啦嚇，像我哋咧果汁粉，嗰度果汁嘅粉，哦，嗰時候天然嘅咧，唔似講冇去做好，唔似唔啲，大部分都有添加嘅東西，色素啦、添加物啦，唔可以摻到純嘅嗰時候，嗰時候我哋要摻東西嘅時候摻快摻，嗰時候我哋下巴要摻得到外國去，甚至全世界都摻麵料，我哋能摻得到。我哋咧同路呢要求要改過，因為我哋咧同路喺台灣有幾個用頭，哦。所以我哋要求改過，所以我哋咧每一項東西、每一項原料對身體哦，都我哋嘅舒康，每一項東西都要有證明，哦，我哋能可以用，希望也用唔得。因為其實睇見價位算是一個保健市場地位啦，吼。你像頭先你這樣講嘅，其實添加東西嘅人真係冇少，吼，因為一來係因為成本嘅考量嘛，吼，伊可能會加水啦、偷水啦，或者加一些冇乜嘅加車，但是至少可以抗衡到太負嘅東西，吼，其實也係一個市場方面常用嘅一個手法，但是對人來講嘅話，可能也係唔能替代愛先嘅一個方法，嗰種能去全世界尋到人，因為合格嘅好有機嘅，甚至講。可以變成人算是符合到人品牌精神的一個產品，因為其實有人按你把關來講嘅話，對於個通路上來講，伊等於你講有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嘛，伊都多少都拿證明都好呀，啊你有什麼檢驗證明嗎？你有什麼天然證明嗎？哈，哎，把人家東西都拿出去哈，對人來講，當然有人去做呀最難的事情係最好，但是問題係，人當初按你做有想到講，我搞把嗰度成本。有啊，嗰時候我哋講，嗰時候我哋做安啲東西，你要有啲理念來支撐我哋啦。哦，嗰時候你喺冇安啲理念嗬，你真係做唔下去。因為你做嘅第一啲，你成本比人嗰高，你買唔係比人嗰貴。哦，嗰時候我哋喺推行，趕快推行。都像嗰時候合啊，嗰前場嘅東西，嗰天然嘅東西，其實我哋消費者嗰度唔抵呢，而唔抵，而冇法度分辨，也係天然嘅，也係唔係天然嘅。嗰便宜都好。係啊，因為更加好，唔看嗰度東西，而像我哋一啲東西，而10%、20%天然嘅東西，也講係天然嘅，嗰時候冇法度去分辨清楚。但是我哋喺做到將近100%嘅天然嘅東西，天然出嚟來源，按你都清派錢嘅。你都唔是添加要到嗰好乜嘅東西，因為添加物就嗬會妨害我哋人體嘅健康。嗰時候我頭都有講咩？唔看，那身體最好，醫安嘅身體最好。哦，人滿為患。哦，尤其喺一擺唔看我哋 COVID-19 新冠病毒過後之後，唔看，他竟然該重視也保健呢。嗰時候天然出嚟來源，他竟然越來越重視，身體嘅健康。哦，你冇重視，哦，唔係擺唔會發揮太代價，去愛調養下身體，包括我哋更加了解，咩個厲害啊？嗰時候我哋咩可以通過也乜嘅平時嘅保養嘛？嗰時候我哋會談過一句話，唔切噶，後生唔保養，老路養先生，冇錯。哦，都按你套理啊。哦，但是問題係，廣東人嘅市場嘅角度嚟講嘅話，你這個希望講當然天然嘅東西如果少嘛，好，同時也。種嘅時間成本都過高啦，好，嗰種等拿到嘅時候成本嘛過高，但是更加消費者有時候真係都看錢啊，我買個便宜，好買個少，好買個貴，而貴時候也下嚟講啊，個少個便宜上面寫咩嘛製作嘅是個便宜咧，那設計公司，好買個東西假，買個東西啱咧，好結果有啲因為講啊，看價錢，嗰種唔能當初在推產品嘅時間。讓一般消費者抵抗，雖然講可能價錢個貴些些，但是其實也係天然，同時個好。安尼東西啊，嗬，如果我看睇得唔可以講俾談，哦，唔分析俾談，哦，因為讓我點啊？因為人家冇用安尼個好嘅材料來食，唔係擺唔花錢玩嗰度，哦，如頭先我講嘅，唔係我看片嘅時，唔看我身邊有嗰度朋友，哦。當我花錢嘅時候，先生講我花幾多錢唔怕，幾十萬、幾百萬也花下去嘅。按你喏，你翻過來，你平常攞保健，你都要按你觀念。嗰時候我哋我做時我同人介紹你講，你都要好嘅觀念，好嘅理念。嗰時候我頭都講，從我哋呢新冠疫情過後喏，他竟然個從事健康，也咁花錢睇人身體康，你係冇花錢人身體康，但唔不平嘅，真係冇人照顧呢。唔講我哋要統計過嘛嗬，我哋每一代人啊嗬，
哦，我哋到皇城啊，嗬，前面啊，嗬，台灣啊，嗬，平均1年7日。你看你7日，明那天面廠面7日，你都花多錢，好冇？你7日你都請一啲外勞來講，你看一年花多錢？你7日，你下班你下邊1整年的錢，明日7日，包括你家人的照顧，哦，你看我哋台灣外勞下班一請又請唔到，嗰時都係安尼。嗰時我就講，我拄到嗰度朋友，嗰度拄過一度嗰度我哋啲銀行，我會提講，你後生攞重視人身體嘅保健。莫講老嘅時間，嗬，能去吃平，你下筆錢有咩本醫生用？也共用嘅道理，也過辛苦，撇人也辛苦，老闆人也過辛苦。嗰時候我哋會推廣也養生嘅觀念啲，養生嘅觀念都講，對調些人食也調理保養嘅東西開始，如果更認真地去選擇，食到錯嘅東西，食到對嘅東西。安尼我哋嘅身體，那會慢慢地變得個好。冇錯，因為頭先你這個講到講，譬如講我哋平常一般的臥病時間啦，哈，他們明那些民眾生活時間，他們7日嘛，哈。另外一個對照喺我哋北歐國家，伊哋平常都差唔多那1整日的，但係如果講一整年差唔多明那民眾生活時間，都等於同於差唔多過程的時間都差唔多。因為其實查到那，其實都查到一7日以內，哈，其實他個人呢生活品質會冇好。就像頭講啊，差唔多人係另外一件事情咯。其實幾多人都係陸客人去照顧，陸客人嘅生活品質嘛會被影響到。等於面咧上面咧人嘛個位唔同。然後人家嘅身邊咧，我哋咧照顧嘢家屬啊，其實會有幾多影響。我嗰時其實唔單止講對人強，甚至講對自己可以去照顧自己嘅時間。來注意下事情，但是頭有講到講，因為頭是一開始在寫嘅顏料時間，會用台灣的顯現嘛，吼。你咪同觀眾朋友，他要講一下講，以台灣來講嘅話，而家台灣嘅有機產品嘅市場，我都講也會種類多。台灣有機嘅產品種類也會多，因為我哋有機，因為台灣吼個些，伊冇廠嗰個，冇廠加拿大啦、美國啦、其他烏亞太，我哋台灣西方嗬，其實嗬，我哋台灣有機農民過辛苦。我哋市場喺接觸農民，市場喺賣有機嘅東西，也啲。因為台灣咧有機嘅農民唔能做到有機啊，嗬，仲可能用理念去做，冇理念啊，嗬，你真係做唔下去。我哋都多青島，因為我哋都多，我哋從我哋一度嗰度朋友師兄一度，你看做到買地呢，做到買地嘅推廣有機呢。做工對，做有機啦，冇錯。當初都係安尼，我哋台灣咧有機係安尼行出來嘅。而家我科技嘅進步嘅，我哋有網市，有嗰度生化嘅東西可以去用。嗰時候有機嘅產量咯，慢慢地出來嘅。嗰時候不管青菜、水果一條，仲可以有機嘅。但是下班我讀到講，有啲人係唔相信有機。其實我哋有機嘅農民真係做過辛苦，嗰時候我哋啲唔種安尼啊，唔係無營養嘛，唔出㗎根本都唔可以去上去種，唔種唔下去，嗰時候種起來也過辛苦，所以我哋都會多支持，而喺中國有乜嘅好東西，我哋盡量拿來用，一路一啲良善嘅循環。雖然講我哋用嘅東西成本嗰個貴，但是我哋喺冇地用而賣唔出去。即係冇錯啦，其實一定要有人去做一啲新嘅一啲收入。嗰時其實喺台灣嘅有機市場地位，還是慢慢地會打出自家嘅一啲新嘅一條路。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嗰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喜樂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嘅鍾慶展先生同你分享講，伊當初咧做產品嘅時節，伊係用啊去尋到嘢顏料。我相信頭你即個有講到講，其實你即個嘅通路算是係等台灣最嚴格嘅通路啦，嗬。因為但是我用通路上嘅角度來講嘅話，我當然會希望講最困難嘅事情，同我做嘅。我都面對我哋消費者都好啊，有乜嘅，我講我哋消費者有乜問題，我都轉過身都同講，拿出乜嘅顏料嘅證明，乜嘅東西。咁唔係咪同啲廣東朋友，他要講一下講，譬如講，唔係用花一多時間去打入入個通路，同時入個通路
不一样的要求啊？其实我哋大饮也同路哦，係個機會哦，因為也當時也看到我哋也品牌啊，我哋也用天然嘅東西哦，嗰時候我哋都去試看咯啊，冇想到咯，因為我哋產品改好，所以我哋都有機會大飲也同路但是大飲也同路咯，其實改冇簡單，因為也要求改革哦，我哋可以講我哋台灣嗬全省最嚴格的同路上，都係因為我哋講用嘅嚴格，我哋每項嘅原料，睇得都有3T證明。譬如英國也3T 嘛嘅，你一定要有3T證明。你除咗3T證明，人原料我有製作過程。製作過程冇有化學嘅添加物，冇有乜嘅污染嘅性嘅東西。天嘢入來之後，你都有開關嘅保管。數量乜嘅來錯。當我哋數項馬有我哋去數嘅證明，當我哋數項嘅時候，我哋愛批案如講，我哋愛先送審，我哋每啲人要先送審之後，一定可以有人要過簡可以用嘅時間，我哋能可以來打樣，能可以調線來打樣來調批之後呢，唔係講我哋調批都好嘅。到生產嘅時候，我哋喺第三方嘅驗證，譬如講我哋咧一產品底擺有一啲很多磁月認證，很多雙結晶認證，也係關嚴格，也嚴格嘅程度你除咗台灣嘅郵寄以外，也最嚴格嘅一個認證。如果我哋衛福部有700-8項嘅添加物可以用嘅，其實我哋能可以用一底擺過天然嘅東西，能可以用差唔多70萬項。所以我哋能可以用70萬項，我哋愛做時間我哋原料到工廠嘅地擺，每啲原料一項查驗過，唔包括我講嗰啲最簡單嘅本堂，我講嗰啲紅棗，像唔能用紅棗，或者用黃芪，或者用什麼，你聽到有4項證明，第啲農藥嘅殘留，唔係77項因為藥嘅入來係70萬項。唔係，我哋係用食物，我哋係做食品我用411項嘅農藥殘留。第二，我有2氧化硫嘅檢驗報告。第三呢，我有重金屬嘅報告。第三呢，我有黃曲毒素嘅報告。所以我哋每項產品我準備4項報告。你4項報告唔能可以。我哋講係原料，唔係成品。成品該好驗過。他講人驗咩種係成品，其實成品該好驗過。你原料驗過那係困難，所以我哋真係他講有冇講，我哋嗰套東西市場嗰套東西嗰啲種差唔多，因為我哋中藥食物很廣嘅就食物大學，最大市場係在中國。你講我哋風做好啦，安甜，唔記得從我會食麼？一天會食咧，會曬藥嘅麼？會曬藥嘅呀。嗰陣入來攞合嘅啲清少，所以我哋大部分會潛過前槍來面有機嘅優先。嗰時候我哋講潛原料係我哋一方面最大困難，唔到幾多，其實佢就係用唔係。我哋咧同路係安尼唔係用唔得，唔變飲多，快些會批得下架。嗰時候我哋做東西該嚴格，該認真，唔係冇我哋真係該不容易成功啦。係，因為唐行就等於講，而家每一罐都有伊個要求，等於講，一隻唔單止有要求，而話會驗。因為像有的人會講可能對，譬如講對某個國家買一批嘅東西來，但是我可能買10件，買原料加20件，因為佢存咗10件唔定嚟加入來。嗰時候其實佢會去希望講，你當初用10件，如果用10件，你當可以用10件啦，安尼講，嗰時候第二個伊都希望講，即個唔可以用廿個名嘅，然後伊加配咧有嘅冇東西。當我係希望講，你最尾出來嘅產品係一啲合格嘅。只是講冇想到講，其實你看一路行唔單止對原料，其實都想同講原料啊。唔講2氧化硫，唔講重金屬，嗰時有的像日本嘅藥廠，譬如講也要藥嘅產地還是喺中國，但是對人來講嘅話，也係一塊地。10年冇種東西，比如學咗以後，伊當開始喺上面種藥嘅，種咗以後一條藥嘅都專門送回去日本。等於你講，伊愛味道，比如嗰塊地學到重金屬冇按過，然後唔可以有其他殘留嘅東西嘅時間，伊種嘅藥嘅都專門回去藥廠地步。但是
嘛都冇可能做到安泰行业嘛，但係你講寫行業地位真係都自家去潛來嘅，嗰種潛來嘅一件事情，這個有固定的合作嘅場所嘛，還是講其實米把開發的新的東西，還是要一起。我哋嗰種我哋最困難、最辛苦嘅攞錢人了，冇錯，也係最辛苦嘅一點。冇錯。哦，你像我哋愛潛一啲東西啊，嗬，我哋愛世界各地去潛，哦，我哋自家潛，嘛潛我哋咧經銷去潛，哦，潛到嘅我哋要拿來用，看咧可以用冇，冇用要問過。哦，如像我哋做，我哋好多主持人講，我哋做啲牙膏，我哋牙膏，能做一項牙膏，哦，我哋做過3年。做乜一啲牙膏做咗3年？因為我哋啲東西底部嗬，底部成分仲唔可以用，要用安全性嘅。其實你看市面上有度買牙膏，我哋睇本嗬90%嘅原料我哋都唔可以用。有度嗰度嘢唔掂。貴方便啊，但是其實冇辦法睇下同路行用。嗰時喺同路行用做出嚟牙膏，一定要用天然嘅產品。可是問題係那請來的東西咯。嗰時如果冇錢嘛。哦，嗰時唔講我哋牙膏，唔講我哋做嘅，我2年啦，我3年啦做出嚟牙膏。有牙膏我生產嘅時間，到生產前1禮拜，我哋揾喺最創傷。因為人料前5月能到我哋台灣。嗰時我哋咪改建咗，一做牙膏，一人再人係4-3年。我哋人咧，我哋都唔點樣用嘅。我哋每日都講不去拜託，我哋咧人工，我哋咧小姐啊。每日打電話去吹，即係我吹得多辛苦。按講我冇揾配件人了咪，快些冇安尼東西。因為我講，我就講本堂，唔天然嘅東西，唔本來用量都少，冇人愛用。嗰時從對人頭開始，都冇人愛做嘅呀。冇人愛做，我哋用嘅本來又唔會改多，又未用青苔。嗰時唔啷有種可以用啊？嗰時唔啷有種可以用啊？要用嘅改少。而嘛改少啊！嗰時有嗰多事情，我哋一潛咪改快潛。嗰時有係造成我哋改困難嘅事情，但是我哋辛苦係有代價啦。但是我哋活動產品做錢好，有一同我哋回饋講，唔要做產品改好，我哋睇到又改歡喜。所以講我哋理念都講，我哋做改好嘅產品俾大家人用，用嘅唔歡喜，我哋又歡喜，我哋也慢慢嚟可以繼續下去研發嘅通力。同努力的方向，這是也件事最重要，因為其實今仔睇下嘅一啲算是農業消費，你講現代嘅農業消費地方，其實有幾多嘅農業產品都因為講希望大量化、現代化嘅度，嗰時其實伊哋用幾多我哋做起唔會用嘅方法，嗰時做出來嘅東西其實有時成日同我因為講伊唔係講幾天然，唔好講符合我哋當初原來嘅精神，嗰時從同我哋講嘛。馬唔係講我哋過大量地用，人家冇辦法講味道我哋專門有一期味道生產，而馬冇安尼成本啊，嗰時都變成講等於講能買到，可能買少量，嗰時等於有一啲算是來年來講嘅話，其實嘛真是冇辦法按問題咧去供應人嘅一啲東西。佢從這個佢從因為其實也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嘛，佢你會限制到這個限一百的設計產品的時間。我想我講嘅東西按快難啊，那個唔會揀一批，我嚟想。按啲東西啊，嗰時候我哋講我哋做品牌做乜嘅嗬，如果遇到困難，錯冇？唔做每一件事情冇可能唔會遇到困難嘅。係啊。嗰時候我哋要按啲心理準備，我哋講嗰時候我哋未做一啲東西。我哋會花嗰段時間去做，慢慢嚟做，因為我哋遇到一定會遇到困難。嗰種我哋一啲理念都講，不管遇到乜嘅困難，我如何同產品做出來，一路係克服困難啊。嗰種我哋失敗對我哋嚟講係家常便飯啊。因為唔做乜強樣啊。嗰種唔多主持人講廿幾萬個冇唔錯。遇到黑白嗰度人嚟唱。但是作為我哋來講咯，我哋因為我哋嘅通路係啲有機嘅通路、天然嘅通路，我哋冇可能會用嗰種原料，因為我哋也唔可以用。因為我哋每一項用嘅東西咯，仲可以如果經過人家看過，看過可以用，可以看過之後可以用之後唔能可以用。唔係講我哋係按樣用，我哋按樣用，我哋唔係同批喺床上，我一項東西唔可以用，我都拿批項來代替，我哋連一啲代替嘅品。種東西都冇，除非你開始都準備2項，冇唔只有點啊，客貨
冇路唔可以用，揾配方东西，揾需要时间，所以我哋啲东西做埋做過用過手，也過快做，但是也係一種嘅自家想做嘅東西啦，冇錯，每一點也不知道做事情有也方向同也理想，我精神如果我睇本路做個好嘅東西，個做天然嘅東西本人用，也都係我地位，做也創業品牌，也始終嘅經驗同也精神都係咁。不過其實最重要嚟講，我哋消費者用到嘢產品以後，自家嘅反應其實也係最重要嘅啦。係啦。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我們發現到講，為咗維持一個品牌精神，實在冇簡單。因為喺更加嘅一個消費地位，我拿到一個合格嘅顏料已經冇簡單咧。嗰種把伊雕空變成一個合格嘅產品，又夠冇簡單。但是人哋今日人哋競爭，伊自家會希望講，伊當初去創立下品牌嘅想法，對下精神可以冇變。今日咁請我哋競爭都先生分享按到安精彩故事。謝謝，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謝謝。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